环境伫维护社会秩序时，会拄到各形各色的人，难免会拄到无理性的民众，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因此，应有基本的创伤技术技能是相当的重要。市府卫生局、消防局以及警察局携手合作，办理环境创伤急救教育训练，加强环境拄到创伤时的急救处置，减少教育前失火，增加存活率。在第一时间，能够做一些第一时间的止血或是创伤的急救，这变得很重要。远的不说，就跟这个2天前所发生的韩国的那个梨泰院的惨案来讲，这个大量伤患一下子产生出来，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新闻画面，警察在跟现场的这个围观的民众呼叫，赶快，谁会做 CPR 的，谁会做紧急救护的，谁会有医疗这个经验的，就马上就有很多民众进去。那可以看到摄影机带过去，就一排人在做 CPR， 一排人在做这个紧急的止血，一排人在做这个紧急的救护，这些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碰到。我们当然希望说台湾都平平安安的，不会碰到。这次的急救课程特别邀请有丰富急救经验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担任讲师，为受训的警察同仁讲解各种创伤的紧急救护方式。创伤的话，比如说枪伤或是刀伤，那么有一个微型的伤口的话，那通常我们就用快速的止血敷料，好，然后止血敷料的话，一直搓把那个伤口堵住。那最重要就是要得到先止血，那止血。那你在肢体的部分关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用 cap 止血带，就把它绑紧，减少出血量，那加压往后，然后另外再针对伤口再做一个纱布填充，让它止血。重要就是减少大量的出血。卫生局表示，一般重大创伤事故发生时，空喙大量出血，可能会造成小可离死亡。若是会当伫第一时间控制出血，妥善做好创伤止血紧急处置，就可能提升保住生命几率。因此，创伤紧急训练对第一线执勤的警察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不但会当救人，嘛会当自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